朋友啊，咱若问讲台湾的第一份报纸是倒一份报纸，咱敢知咧？哎呀，你一定有讲，无可能是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这拢伤晚出发行啊。毋过我若甲你讲，嘛毋是历史课本有教的台湾民报，你敢会少意我？哎呀，答案竟然是1885年创刊的《台湾府城教会报》啦。这个报纸的名甲这个字哪遮奇怪？这是英语、德语还是法语呀？其实呢，伊是用台语罗马字发行的一份报纸哦。这是英国长老教会巴克利牧师伫咧1885年7月来发行的。若是咱拢知影台湾民报啊，伊是1923年才伫咧东京创立的哦。啥货啊？安尼伊毋就比台湾民报搁较早38年？非常好，无错啦。这个台湾府城教会就是较早设立的哦，而且伊的时代背景就是讲啊，清国时代、日本时代，台语是台湾的通行语，根本无啥人会晓讲华语啊。加上教育无普及，大多数人拢袂晓汉字。这个长老教会啊，就教人白话字，也就是台语的罗马字。这个学的人啊，上紧2礼拜就会当读罗马字的台语文啊。所以台湾府城教会报会用台语发行，而且用台语罗马字印刷，这个原因就是这啦。毋过你定讲，一定是教会内底人在看，遐发现量无大，对毋对？无哦，其实啦，这个台语用的这个台湾府城教会报啊，伫咧1935年的时阵啊，发现量就1876份呢。超过咱拢知影台湾文化协会的台湾文化协会汇报哦，台湾文化协会汇报，伫咧1922年啊，只不过是1350本尔呢。所以这个数量啊，会使讲是真大一份报纸。伊若伫台湾发行，而且佫寄去到国外，是一个国际性的媒体哦。这个第一份报纸啊，台湾府城教会报，实在是一个真大，迄当时真大一个报纸呢。伊的发行量一点仔都无输咱历史课本所这个记载小解遐个咱较知影的媒体哦。安尼讲起来啊，咱是毋是应该对这份报纸有一个无同款的看法呢？毋过你凡细想讲，既然是教会发行的，伊的内容一定足无聊，拢咧讲基督教对无？安尼就讲毋对去咯。伊虽然是基督教会发行的，不过伊是正港的报纸，伊若报台湾的消息，嘛有国际新闻，包括甲午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讲迄个时阵科学技术的上升发展，拢是伊报道的内容哦。而且伊阁有文艺创作，亲像即马报纸副刊的功能共款，有短篇小说、有散文、有诗，而且拢是用台语写的呢。这份用台语印刷的报纸，你会讲罗马字应该是无啥人知影啦吼。不过你敢知影日本时代，这个林献堂、蔡培火、黄王成、杨文平，这个咱拢较熟悉、较知影台湾的社会头人知识分子，因拢会晓台语罗马字，也就是这份报纸在用的罗马字、白话字呢，想袂到吼。今仔日咱才知影讲，原来台湾的第一份报纸是台语书写，是台语罗马字印刷的，而且迄个时阵的发行量甲内容，拢是正版的报纸哦。你共去台语文教基金会，甲你做伙关心台湾历史。